市面上是听不到的哈。这部落的歌很多都是只能在各大药局跟五金行才会买得到。那是什么样的花？一吻就放松，那是什么样的双唇？一碰就放手，那是什么样的手？一见钟情，那是什么样的心的感应？一往情深，那是什么样的情感？曾经让我泪眼迷蒙的爱情，最后化作一场梦，花开花落，从它说出。看我一些，那是什么样的花？一碰就放松，那是什么样的双唇？一碰就放手，那是什么样的手？一见钟情，那是什么样的心电感应？一往情深，那是什么样的情感？曾经让我泪眼迷蒙的爱情，最后化作一场梦，花开花落，从它说出的言语，最后化作一场梦，花开花落，从它说出的言语。谢谢。